这有消毒的，故意去买一瓶，然后家里有那个准备的。对啦。他生意有受影响吗？生意有没有？哎，影响超大的，大概差多少80%，掉了80%。不摇芝麻粒。哦啊对吧？客人会慢慢适应的，哎，不用怕。我们这边不是疫区的，是有那个，有那个人走过来，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。他都有消毒的，事先工作、防疫工作都做好了。今天来，你这样看啊、市场来市场买的客人有没有？是不是都戴口罩了？都有哈。每个摊位都有戴口罩啊。我们这边你平常来的话，人我们都会配合的。人挤人1.5公尺社交距离远超过了。可是今天就没有那样的画面。对啊，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才会这么扣。对啊。你随便去照一个。今天的人潮跟生意跟往常差多少？你们觉得？比剩2成吧。就掉了8成。对，掉8成不夸张啊。对啊。跟往常差了9成，真的9成。而且那个染疫的2个，他进来出去，时间大概40多分钟。进来要停个车，尤其12点很不好停车，你停了车再进来再走出去也在40分钟。而且中午很忙，也没有人会跟他聊天，顶多买个东西拿了钱就走了。所以他这个我们大家都有戴口罩，而且。那一天我们一知道那天下午就消毒，隔天早上就全面消毒。你说这应该是已经很安全的，大家有戴口罩，应该是相对安全，又没有像以前人挤人，这个时候最安全的。有更安全的时候吗？应该没有了，这个时候最安全。每个人都有戴口罩，进来的人也戴口罩，而且我们现在2天要消毒1次，2天消毒1次。那是不是真的是很安全？买菜进来，如果没有戴口罩，我们会拿口罩给他戴。哦，你们也会准备口罩给？对，如果没有戴的，我们拿口罩给他戴。对，这不就很好了吗？不然怎样？看一下，你看都没人，他们市场挂了。等一下，这是你跟谁对话？宝贝儿子。我们还有群组嘞，我也弄给他们啊，弄给他们看啊。根本都没人，我跟你讲，你们 SNG 车那个摄影的记者比客人还多，根本都没有人敢来呀、谁敢来？记者比客人还多。对，记者比客人还多，真的都没人。那里1台，那里1台，那里2台，看都没人哎！你望过去一望无际，根本都没半个客人。南门市场曾经有出现过这样的景象吗？从来没有，台风也没这样。我长到50多岁，有没有看到台风那个南门市场这么可怕的景象？没有呢。你播嘛，不要播人，我们那种是开放式的空间。对呀、刚开始规定说要戴口罩的时候，我们几乎每一台都有戴口罩，因为我们也怕。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客人，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呀、对不对？对啊，你造成这样，造成我们的生意都不能做，增加1/10呢，掉了9成。掉了9成。你看今天很多人9点就收，10点就收，都没了。你管现在才几点？11点40，大家跑光光，全部都没人，谁敢来啊？